你有冇試過有一種背脊發涼嘅瞬間？你同平時對你笑容滿面、處處關照你嘅人把酒言歡，佢遞杯美酒俾你，仲為你規劃好令人心動嘅未來星期。但你心口忽然一緊，無端生出一絲不安。你總覺得呢杯酒背後好似藏住一個你承擔唔起嘅代價，又或者你突然遭遇人生變故，一路順風順水嘅職場生涯驟然叫停，你引以為傲嘅舒適圈一夜之間被徹底摧毀。絕望之際，你甚至會懷疑上天係咪想將你逼上絕路。我哋從小到大被灌輸嘅處世邏輯好簡單，對我好嘅就係好人，對我差嘅就係敵人。但如果你讀懂嗰本短短300幾字嘅《黃帝陰符經》，你就會明白星期呢一部被歷代統治者深藏號稱天下第一經嘅智慧經典，從頭到尾都係教我哋看透天地規律，喺混沌世事之中撕開所有虛偽嘅表象。書中最犀利嘅8個字，直接撕碎咗人類2000年嚟溫情脈脈嘅假象，就係因生於害，害生於因。今日我帶你徹底拆解呢句真言，揭開身邊所有看似恩惠，實則致命嘅甜蜜陷阱，亦都帶你睇穿所有看似無情嘅苦難背後，藏住可以令你脫胎換骨、改頭換面嘅底層天道。《黃帝陰符經》之所以分量極重，被歷代高人奉為至寶，係因為佢從來唔講虛情假意嘅道德雞湯。相傳唐代李蓮喺嵩山石窟發現呢卷數卷經文，反覆研讀幾千遍，竟然一字不透，完全摸唔透當中心意。直到佢後來喺驪山得高人指點，先至恍然大悟。呢根本唔係修仙得到嘅經書，而係一部講盡人性博弈、天道運行嘅終極智慧寶典。佢被道教尊為道門靈文，正因為佢將複雜嘅人間世事簡化成一套機嘅轉化規律。世間所有恩情同禍患喺天道眼中都只係推動世事運轉嘅力量，亦都係我哋可以借力成長嘅契機。想要讀懂呢句話，首先要打破我哋根深蒂固嘅二元思維，唔好簡單界定邊個係福，邊個係禍。你以為嘅福氣可能正在悄悄透支你嘅餘生，你以為嘅厄運同霉運呢，反而正在重塑你嘅眼界，拉高你嘅格局。首先我哋講因生遇害，好多人誤解呢句話，以為係好人冇好報，世事不公，其實完全睇淺咗。佢真正嘅意思係，當一種舒服順利因為令你失去獨立思考能力，養成嚴重嘅路徑依賴，呢種看似嘅善意就係最陰毒、最無形嘅毒藥。喺職場上面，如果你有一個領導，日日俾你輕鬆簡單、重複枯燥嘅工作，人工高，福利好，冇壓力，冇挑戰，表面上佢對你極好，事事關照，處處優待，但本質上佢係用呢份安逸困住你，剝奪你向外探索、持續成長、打磨核心競爭力嘅所有機會。佢將你關喺一個金碧輝煌嘅籠子入面，久而久之，你只會識得安於現狀，聽話順從。一旦環境轉變，龍門關閉，你就會失去立足社會嘅能力，束手無策。呢種溫柔嘅消磨，先至係最殺人不見血嘅傷害。縱觀歷史，無數權臣貴人都係被呢種無底線嘅恩情毀掉。佢哋察覺唔到君王過度嘅賞賜咧、縱容同恩寵，其實係一種變相嘅禁錮同剝奪，其反而沉醉喺虛假嘅優待之中，放鬆警惕，不思進取咧，就係因生於害嘅閉環。當一個人心安理得享受所有現成恩惠，失去危機意識同進取之心嘅時候，嗰個星期毀滅已經進入倒計時。真正能夠毀掉你嘅嘢，永遠係你最想要、最貪戀嘅嘢。清閒嘅工作、百依百順嘅關係，唔使奮鬥就可以維持嘅安穩生活。你越係舒服，就越係喺無形嘅禍患之中沉淪。所以陰符經先至警示世人，世間最傷你、最毀你嘅人，往往對你笑得最溫柔，對你最好。星期佢唔需要令你痛苦，只需要令你依賴佢，離不開佢，你就已經輸咗。
而害生與因呢個道理更加需要極高嘅認知先至能夠看透。好多人終日抱怨生活辛苦、命運不公，覺得自己一手爛牌、諸事不順。但你有冇認真諗過？深夜令你痛哭流涕嘅事業挫折，感情入面令你遍體鱗傷嘅背叛人生關口，令你無路可走嘅絕境，佢哋從來都唔係為咗毀滅你，邊期，而係為咗打碎你嘅傲慢，打碎你嘅惰性咧，打碎你嘅執念。如果蘇東坡一生平順，仕途坦蕩，冇一次次嘅貶謫流放，冇一次次瀕臨絕境嘅磨難，近期我哋根本見唔到嗰個胸襟闊達、千古流傳嘅大文豪，正係咧一次次看似致命嘅傷害，打碎咗佢官場嘅功利心，淬煉咗佢嘅心境同格局，先成就咗佢千古不朽嘅靈魂。陰符經嘅智慧向來冷靜得近乎冷酷，千祈唔好輕易定義逆境同苦難。所有折磨你、倒逼你、為難你嘅困境，都係喺幫你剝你身上嘅浮躁同弱點，堵死你所有安逸嘅退路，剩低唯一一條可以覺醒、可以升華嘅人生路。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近期，當你感受到錐心刺骨嘅痛苦，唔好一味抱怨。要明白呢份劇痛係逼你轉彎咧，逼你成長，幫你剔除生命入面所有無用累贅、軟弱心性嘅契機。你唔需要感激傷害你嘅人，但你一定要感激撐過苦難變得更加強大嘅自己。絕大多數人嘅痛苦都源自睇唔透機，呢個機就係世事運轉嘅底層趨勢禍福轉化嘅微妙契機。你以為嘅人生終點，其實只係一個階段嘅殺機。天發殺機，龍蛇起鹿。呢個時代日日都喺迭代洗牌，近期就行業消亡，舊秩序崩塌。好多人仲拎住舊思維、舊經驗，想去新世界揾出路，自然處處碰壁。真正嘅強者，從來唔睇邊個對自己好，邊個對自己差。近期唔被情緒同人情左右，佢哋永遠保持極致冷靜。只睇一件事當下嘅局勢會將我帶向邊度，我可以借呢個勢成就啲乜嘢？星期，如果你成日覺得人生被動，處處受制，大多係因為你太容易被世俗標籤帶節奏，你被好人恩情嘅標籤感動，被苦難厄運嘅標籤嚇退，完全失去咗對命運嘅自主判斷。而陰符經最珍貴嘅智慧就係教你徹底剝離呢啲膚淺標籤。當你唔再將別人嘅善待當成理所當然嘅福，亦都唔再將一時挫折當成無法逆轉嘅禍，而是將所有順境、逆境、恩情、禍患都當成可以拆解、轉化、利用嘅變量，你先係真正掌控咗自己嘅人生，獲得真正嘅自由、真正嘅清靜無為。從來唔係消極逃避、躺平認命，而係一種凌駕於情緒之上嘅清醒博弈。你睇得穿人情冷暖、世事真假，你知道飯局上極力討好你嘅人可能暗藏算計，你亦都知道職場上對你嚴苛不留情面嘅上司，其實係用最硬核嘅方式鍛鍊你嘅能力，磨練你嘅心性。你睇得透，但唔動氣；看得穿，但唔張揚。你如同一個冷靜嘅棋手，喺亂世亂局之中精準揾到破局嘅縫隙，借困境打磨自己，借壓力提升自己，借世事變化成就自己，一步步走向更高嘅層次。呢先係成年人最高級嘅處世智慧。我哋一生都係同自己根深蒂固嘅慣性思維博弈。我哋習慣憑表象判斷對錯，憑情緒界定禍福，但天道從來唔講人情，只講規律。世間冇絕對嘅好壞對錯，只係時機同根基嘅轉化。真正嘅清醒就係，無論內心幾番洶湧澎湃，表面都始終波瀾不驚。順境當成考驗，逆境當成機遇，唔被人情綁架，唔被變故擊垮。唔單止係智慧嘅升華，更係人格嘅重塑。喺滾滾紅塵入面，願你擁有一雙看透因害同源嘅慧眼，守住一份極致嘅清明。任憑世事變幻，境遇浮沉，只要你掌握住機嘅規律，就可以喺人生棋局之中穩坐釣魚台，從容自處，讀懂因害同源。
一定要學識反向思維。好多時候，星期你嘅善良俾人當成軟弱，唔係你太過好心，而係你嘅善良冇長出牙齒，冇底線，冇防禦。喺陰符經嘅視覺入面，冇底線嘅善良就係對自己生命嘅辜負，係將自己命運拱手讓人嘅愚昧。讀懂人性嘅黑暗，唔係要你同流合污，而係令你懂得規避風險，自保其身，洞悉人心險惡，先可以喺危機來臨之時從容轉身，果斷反擊，唔任人宰割。千祈唔好同人哋尋求安全感，呢個世上冇任何人可以成為你永遠嘅避風港。人人都有私心，算計人人都逃唔出因害循環。你唯一可以依靠嘅係一次次受挫，一次次反思之後建立起嚟嘅通透思維同強大心性。當你擁有呢套認知體系，就唔會被他人評價左右，唔會因為一次失敗否定自己，唔會因為少少誘惑迷失本心。你嘅心會如深潭一般，外界嘅風雨擾動，只係水面漣漪，潭底永遠沉靜堅定，波瀾不驚。呢先係清淨嘅真正心意。你睇盡世人追名逐利，為蠅頭小利爭得頭破血流，睇盡虛假恩情，無謂苦難困擾人心，依然可以守住自己嘅節奏，穩住自己嘅步調，堅定前行。呢種狀態先係真正嘅超脫。你唔再係被規則操控嘅棋子、星期，而係看透規則借勢而行嘅強者。人際博弈之中，記住一條鐵律，唔好試圖改變任何人，亦都唔好試圖喚醒被貪念困住嘅人。每個人有每個人嘅因果，唔係你嘅責任。你唯一要做嘅就係保護自己，優化自己，守住本心。如果一段關係長期消耗你、內耗你，果斷斷捨離。星期唔好留戀舊情面，唔好糾結沉沒成本。當你識破因中生害嘅陷阱，及時轉身，就係對自己最大嘅成全同尊重。人之所以軟弱，大多係太過在意旁人眼光，但當你看透天道規律，就會明白外界評價一文不值，唯有持續提升自我價值，先係永恆嘅底氣強者。永遠識得借殺機為轉機，世道動盪，行業洗牌，環境巨變，普通人只會驚慌失措，四處逃避，而強者永遠喺亂象之中揾機遇。舊事物嘅消亡，舊秩序嘅崩塌，恰恰係新機會、新格局誕生嘅基石。眾人眼中嘅災難係強者眼中嘅資源呢，就係歷世成長嘅真相。唔執着表象禍福，只深耕底層規律。呢種清醒嘅修行雖然孤獨，但絕對值得。如果你而家正處於人生低谷，請反覆細讀呢段說話。所有痛苦都唔係無謂嘅折磨，每一次刺痛你嘅教訓都係為你日後嘅覺醒鋪路。而所有令你飄飄然極度安逸嘅成就，你都要時刻警惕，因為所有巔峰時刻都暗藏住跌落谷底嘅種子。星期呢，就係天道辯證，看似無情，實則最公平最偉大。人的一生就係不斷喺因與害之間取捨轉化成長嘅過程。貪戀安逸終將被平庸反噬，直面挑戰先可以收穫智慧同格局。人生冇捷徑，唯有日日清醒，時時自省。呢份清醒或許孤獨，但絕對係高質量嘅獨處同修行。最後送大家一段真心話，唔好懼怕世事變數，亦都唔好焦慮眼前困境。只要你心中有清晰嘅天道邏輯，看透因生於害，害生於因嘅真諦，你就永遠唔會被俗世操控。你嘅強大唔係別人俾嘅，而係你喺一次次禍福掙扎、世事歷練之中親手打磨出嚟嘅。你唔需要討好世界，只需要讀懂世界，然後優雅堅定從容地走完這一生呢，就係為人最珍貴嘅使命同尊嚴。願你從此清醒，覺醒紛亂人間，修得一顆從容強心。無論風向點變，身處何方，只要你手握天道之機，就可以喺人生棋局之中永遠穩坐釣魚台。請記住，令你痛徹心扉嘅瞬間，星期往往就係你人生飛躍嘅起點。守住理智，看清局勢，就係你命運最堅韌嘅防線。讀懂陰符經，先至明白生活從來唔複雜，
亦都唔可怕。所有厄運星期都係天道進階嘅磨礪，所有幸運都係需要警惕嘅考驗。將一切禍福都化作自我成長嘅燃料，你就係永遠唔會被世事打敗嘅修行者。或許此刻嘅你仲在為工作憂心，為感情糾結，為前路迷茫。請深呼吸，放平心境，話俾自己知，眼前所有亂象只係天道殺機嘅一瞬。呢個時刻唔好隨波逐流，星期要穩住自己嘅錨點，築牢自己嘅邏輯，靜待屬於自己嘅契機。哪怕世間依舊冷酷，人生依舊坎坷，你內心嘅安穩同定力已經足以抵擋所有未知風雨。星期就足夠。呢份智慧係對千古經典嘅傳承，亦都係你對自己人生最厚重嘅交代。呢個世上冇人可以左右你嘅未來，只要你足夠清醒，萬物皆可為你所用，因害皆可成就更強嘅你。願你從今往後做人生嘅旗手，唔做任人擺佈嘅棋子，學會觀察，學會思考，學會借勢，學會破局。星期喺亂世之中活出屬於自己嘅一方天地。如果你讀到呢度，心生觸動，唔係文字太過動人，而係你心底沉睡嘅力量正在慢慢覺醒。唔好壓抑呢份覺知，順應本心，深耕經典，拆解困境，勇敢抉擇。你注定要跳出世俗禍福嘅標籤，活成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嘅終極贏家。願我哋繼續喺人生博弈之中堅定前行，無懼因害流轉，世事變遷，守住清醒，穩住節奏。人這一生最硬嘅底氣就係看透本質嘅雙眼，同埋歷經磨難愈發堅硬嘅內心。縱使人間恩怨千百年，心中有道，便無所畏懼。願你永遠帶住因生於害，害生於因呢8個字上路。星期係古人嘅千年智慧，亦都係你通往自由、強大、通透嘅人生導航。願你喺人生棋局之中打出一手經驗餘生嘅好牌，完成自我嘅終極超越。OK， 唔好停，唔好怕，順勢而行，清醒修行就係你一生最珍貴嘅使命。